由2年前屯門青松觀百幾名市民通宵爭買骨灰位，係咪唔俾啊？到今年無論新界定市區，湧現大量私營骨灰龕堂，引起附近居民抗議。市區嘅私營龕堂落足重本，設計現代化，都在反映呢一門生意大有可為。咁每個福位都會跟翻個智能卡嘅，話俾先人聽啊，我哋而家會嚟拜祭你啊咁樣咯。偏僻嘅郊野，分分鐘可以搖身一變成為10幾億生意額嘅肥膏。有發展商亦都加快囤積土地、斬樹、拆毀村民嘅房屋，被要求搬離家園嘅村民就最無助。我陣時搬翻100呢外，唔使交好今日啊，你啲沙，我話俾你聽啦。監管嘅法例存在灰色地帶，好多骨灰龕堂違規嘅情況一直持續。政府新推出嘅骨灰龕政策諮詢文件，建議俾違規者2年半寬限期過渡。有人認為後果將不堪設想。佢哋其實已經係擺明咗個態度，就話咧我係挑戰政府嘅。歡迎收睇時事追擊。樓價高、置業難係唔少香港人嘅心聲。生前咧要揾安居之所唔容易，為先人揾地方嚟起骨灰龕設施咧，亦都困難重重。咁最近更加要由行政長官嚟開腔，呼籲各區咧要起相關嘅設施嚟滿足需求。其實政府估計喺未來嘅20年，香港每年咧平均會有5萬幾人去世，當中選擇火葬嘅咧就會有4萬9千幾人。骨灰龕嘅需求只會不斷咁增加。究竟一啲發展商又用乜嘢手段嚟開拓骨灰龕場呢？呢度咧，呢啲咪老屋咯。呢度係元朗新圍村，100幾戶人家喺度住咗最少10幾代，生活一路都好平靜。不過，自從有發展商年幾前睇中呢度嘅土地可以做骨灰龕，村內嘅環境已經面目全非。本身呢度會有啲樹木喺度啦，已經鏟晒啦。咁嗰度都有啲樹嘅。周振勤係呢一度嘅原居民，佢話除咗呢一棵有100幾年歷史嘅大榕樹樹枝被斬，有村民嘅家園一夜之間被摧毀。啲石屎嘅地下啦，佢突然間佢會揾人擰不能，敲你村民唔喺度就拆晒佢，咁咯。咁佢本身可能收咗好多土地就唔會話同你去商量啊，點樣搬遷啊，完全唔會同你傾咯。咁呢個村民佢唔反對咩？反對報咗警都冇用。好多村民擔心有人嚟拆自己間屋，紛紛喺門口豎起咁樣嘅警告字句。呢度嘅政府土地亦都被佔用，好似呢一個寫明有危險嘅斜坡，就被削窄興建咗一個避車處。唔知佢危唔危險，因為佢就咁可能揾塊板咁整啲英泥沙咁封住個山坡咁就算啦。原有嘅單程路擴闊到而家咁，即使係政府用地一樣照填。有地政署官員嚟動翻個告示牌，第2日就俾人抌埋一邊。填闊咗條路之後，村民話有人曾經仲諗住封路據為己有，唔俾啲村民出入。李先生同一眾村民集資100幾萬打官司，先出到呢一張禁制令。半夜2點幾啊，揾你爛鬼嚟收錢啊！你睇下嗱，呢啦，攞錢整路啊！點收法啊？收5萬銀咯。佢話你要行呢條路咧，就要俾錢。個行為基本上係啦，基本上一個惡霸喺條村，即係總之佢中意點做就點做咁咯。咁快就你上到嚟㗎啦！拍攝期間，我哋遇到發展商代表李先生，佢開頭都唔承認自己嘅身份。邊個工程啊？呢個工程唔知喎，你問我都唔知㗎。係咯。後嚟佢話自己都係村民，主要協助發展商收地。對於有村民指佢哋霸佔政府土地嘅問題，佢就咁樣回應：喂，呢啲路擴建啊，唔使申請嘅。佢原本係條馬路嚟㗎嘛，以前之前一鋪靚去啫嘛。唔係喎，佢擴建到連政府土地都擴建埋喎。冇。前邊有一條係政府土地嘅喎。政府土地，如果就算係政府土地填啊，都係好事嚟嘅啫，攞嚟做路，唔係霸嚟自己用啊嘛。喺採訪當日，我哋不時見到有建築材料車駛入地盤，呢個就係村民所講
骨灰龕堂嘅所在地，而家正喺度趕工，喺主樓旁邊加建緊樓房。有工人就咁夾硬將多棵棕櫚樹拉冧。我哋翻查呢個新圍村60號嘅建築物歷史，發現原來古蹟古物辦事處已經建議將佢評級為3級古蹟。喺香港地方呢一本書入邊，我哋見到呢間屋較早前嘅原貌，2層高嘅大宅，有露台，估計係建於2次世界大戰之前。再對照翻村民後來影嘅相，間屋喺08年底開始被帆布圍住，後方加建咗建築物，鋪瓦片嘅屋頂被拆走，露台亦都被封死，外觀完全走樣。康文署回覆我哋查詢時話，建築物仲未列為法定古蹟，又位於私人土地，佢哋並冇權力阻止業權人使用。不過規劃署就話呢個地點係被劃作鄉村式發展地帶，根據土地用途表，並唔包括可以做靈灰安置所，亦即係骨灰龕堂。而屋宇署亦都話呢個建築物加建工程部分並未事先獲得批准，佢哋已經向業權人發出清拆命令，建議佢哋停工。不過我哋呢日所見個工程就仲進行緊。而家所有發展商就先起咗，先斬後奏，然後就自己咧就跟住去賣賣喎，宣傳賣賣，造成一個既成嘅事實。咁變咗咧就即係到時候有啲即係消費者入咗嚟買咗，局主咧就好似陰宅又要搬屋，就造成咗人民內部之間嘅矛盾。其實除咗60號嘅建築物，發展商仲收購咗其他屋地，準備興建共3期嘅骨灰龕墓園，預計有10萬個位，行內保守估計都有7億元生意額。位於60號建築物旁邊嘅係謝婆婆嘅屋企，呢一間屋係61號，叫做漢奴。今年5月中被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級為2級古蹟，但係同時亦都一早被發展商睇中，準備改建成龕堂。冇得加㗎啦，我哋係咁樣㗎啦。龕位都未有，已經有銷售員帶人入嚟睇。第一朋友睇啫，收市。係啊，sales。第一朋友睇。賣㗎嘛。係啦，第一朋友嚟睇下啫。發展商代表李先生一直負責同謝婆婆傾賠償，要佢哋早啲搬走。嗰陣時補翻100萬呢個，唔使交我今時今日啊！你啲衫，我話俾你聽啦。我而家好谷錢㗎，咪打2000萬，你好就好，唔好就算數。我就掹住3個仔走。我話唔好企咯，唔好講咯，講唔好落去㗎。係啊。李生話：謝婆婆佢哋根本就冇屋契。即係我哋講法律嘅嘢啦。即係而家佢係個業主咧，真係拎佢賣咗俾呢間公司幾多百萬咁，我哋唔知啊。咁人哋真係有晒啲嘢喺度喎。如果你講你㗎，即係總之人哋喺度住咗幾多年有逆權參戰啊嘛。逆權參戰唔係我話，如果你拗得掂，拗唔緊要㗎，照去爭取，係咪啊？保障你自己。謝婆婆並唔係業權人，不過佢80年前就已經喺度住落。根據普通法嘅概念，屬於逆權侵佔，亦即係房地產嘅非業主唔經原業主同意，持續佔用土地超過12年之後，呢個佔用者可以成為該土地合法新業主。來啊，除啦，趕我走，睇都唔俾我趕我走咩？呢個20萬。佢徵嗰啲我又挨馬幫我度啊！我500萬唔好減啊！1毫子我都唔減啊！就因為有發展商喺呢度睇準呢度嘅一啲嘅即係營商嘅機會，你諗下，如果呢度真係起骨灰龕一座，可能收益就係2-3億，係嘛？嗰個利益嘅大到咧，佢係可以即係成條村收購咗佢咁。咁以至到呢度嘅村民嗰個嘅喺度住咗幾十年，佢係咪真係好想搬咧？可能唔係嘅。邊度會諗到？佢都唔知道呢度地契有地契，然後又會賣咗佢地契，佢係唔知呢啲嘢嘅。如果唔係有呢啲咁嘅違規嘅發展，根本就村民唔需要面對呢啲咁嘅即係擔驚受怕嘅日子啦。骨灰龕生意大有可為，新界嘅私人土地同埋農地都變得有價。
發展商用各種方法收購土地，等待開發。繼新田圍村之外，大欖郊野公園旁邊甲龍村嘅私人農地，舊年開始亦都被發展商陸續收購，好多村民嘅果樹被斬晒。漁護署證實喺政府土地上邊有20棵樹亦都被斬。除咗果樹，村民嘅房屋被毀。一直關注骨灰龕事件嘅何佩嫻話，為咗杜絕村民逆權侵佔，毀滅村民喺度住過嘅痕跡時有發生。可能係某啲人佢想係喺呢度發展係骨灰龕場，咁就即係用一個係話圈地為界嗰個方式咧，就同埋斬咗一啲係居民啊，即係種咗好幾十年嘅樹，咁就作為咧一個係霸佔啊或者係毀滅證據嘅方法咯。咁喺呢個骨灰龕嘅事件裏邊咧，咁我哋其實喺郊野、大嶼山啊、新界啊、新娘潭啊都發覺好多類似發展骨灰龕場嘅事例。咁其實最後咧由懷疑咧，最後都成為一個事實。我哋嘗試訪問喺度住咗好幾代嘅村民，冇人肯接受訪問。規劃署就回應我哋查詢時話，呢個地點係屬於自然保育區地帶，不宜進行發展。靈灰安置所亦都並非土地用途表內許可嘅用途。下一節我哋會返去市區睇下，被指違反地契條款嘅骨灰龕堂，點解咁有信心喺報紙登晒廣告，高調賣骨灰龕位呢？